今次呢條片咧，會同大家講下近日校園欺凌嘅事件，點解我哋要正視校園欺凌嘅問題，而社會可以做啲乜嘢改善有關嘅情況。近日咧，屯門官立中學咧就有一名16歲嘅男學生遭到推倒之後咧就暈咗啦。嗱，呢一件咧嘅案件咧，真係引起社會咧對於校園欺凌咧再次係關注嘅。近年咧，其實已經有唔少嘅媒體咧係報導有關校園欺凌嘅個案。不過咧，好多時候報導就係報導，校園欺凌嘅個案咧仍然都係咧成日發生嘅，真係痛心同埋憤怒啦。當大家咧如果喺電腦裏邊咧用校園欺凌4個字去到搜尋，大家就會發現咧，咦，出現嘅文章同埋喺網絡嘅討論咧，其實係好多令人震驚嘅。我哋覺得呢個話題咧，其實係真係值得我哋全社會嚴肅去面對同埋討論。嗱，如果我哋成日話年輕人就係我哋未來社會嘅棟樑，咁我哋更加唔能夠坐視不理啦。大家可能就會問啦，校園欺凌係咪喺香港真係咁嚴重呢？咁早喺2017年啦，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咧 OECD 就做咗一個咧有關校園欺凌嘅調查報告。喺嗰個報告裏邊咧，佢哋就調查咗大概係72個地區同埋國家佢哋嘅校園欺凌嘅情況。調查咧其實就揾咗有54萬個學童咧，就做受訪嘅對象。香港咧喺呢個報告裏邊咧，竟然咧就攞咗冠軍。嗱，呢樣嘢咧唔應該係開心嘅。我哋竟然咧成為咗72個地區之中校園欺凌之冠。嗱，有32% 咧嘅學生咧喺嗰個研究裏邊咧就話，佢哋曾經咧係喺學校係校園欺凌嘅受害人。嗱，呢個百分比咧係遠超出 OECD 嘅平均數19%。突破機構咧，亦喺2022年咧做咗一份有關青少年校園人際傷害嘅行為研究。佢哋咧就訪問，咦，受訪者究竟你哋咧有冇曾經係遭遇過校園欺凌咧？包括啦，嗱，有冇曾經俾人排擠、孤立，或者俾人係針對啦、中傷，或者係散播謠言？嚴重嘅，譬如有冇俾人哋成日笑佢啦，或者係整蠱、辱罵，甚至話咧推撞或者係造成一啲身體嘅傷害嘅。報告咧就指出，哇，其實咧都有幾多啊，係間中會俾人排擠啦、孤立啦、中傷、取笑。嗱，呢一方面咧，大概都有成15到28% 嘅。至於罵啦，即係辱罵啦、嗌交啦、鬧佢哋咧，都有成9點幾個%。如果你話喐手喐腳啦輕拍佢、撞佢咧，就有成接近15% 嘅。咁你會問啦，咦？問到佢哋當時咧，如果俾人喺班裏邊俾人哋有呢個欺凌嘅時候，有冇人同情佢嘅遭遇咧？好可惜，答甚少有人同情佢哋嘅咧，哇，都有成33%，而完全冇人同情咧，哇，就有成15%，話呢個都幾弊嘅。咁問佢哋有冇揾人哋傾訴或者係求助啦嚇？遇到係欺凌嘅時候，答冇嘅咧係有成78%。有傾訴或者揾人求助嘅咧，其實只係佔咗少數，得21%。而當問佢哋，咦，如果你揾人傾訴或者係求助嘅時候，你會揾邊個啊？咁嗱，有59%咧，大部分咧就係話揾朋友幫啦。咁揾家人嘅咧，只係得22%。至於如果話要揾社工啦嚇，同埋老師比較專業嘅咧，就只係得10零個%。咁嗱，有研究裏邊咧，亦都有問到啲受訪者嘅，就係話：咦，除咗你自己之外，你有冇睇到喺學校裏邊有冇其他同學遇到欺凌嘅情況啊？咁嗱，咁如果你話同佢自己親身遇過嘅百分比比較咧，原來見過同學遇過欺凌嘅百分比咧係高好多嘅喎，差唔多咧每一項嘅欺凌嘅行為咧都有成60幾個%嘅。就算去到較為嚴重嘅辱罵咧，就有成27%。嗱，好明顯啦，問佢哋見唔見到同學仔有咁嘅遭遇咧嘅百分比咧，原來一定係高過問佢哋自己有冇親身係遭遇過嘅。嗱，呢一個咧都係值得我哋深思嘅。嗱，以上咧 OECD 嘅研究啦，同埋突破機構嘅調查咧都顯示，
香港校園欺凌嘅問題並唔係我哋憑空想像。今年2月嘅時候咧，立法會就曾經有一條書面嘅質詢，問政府點樣防止未成年人之間嘅欺凌行為。咁雖然冇用到學校欺凌啦嗰幾個字，但係其實都係我諗係指同一樣嘅嘢啦。咁根據教育局嘅回答咧，喺過去5個學年，即係20年至到25年期間咧，佢哋只係接獲咗72宗涉及朋輩之間校園欺凌嘅投訴。當中只有15宗係經調查之後確立投訴係成立嘅，或者係部分成立。相關嘅個案根據教育局就話已經交咗由校方按呢個校本訓導同埋輔導機制處理，有一啲就交由咗警方係跟進嘅。教育局喺嗰個質詢裏邊嘅回答都指出啦，喺學校嘅層面上教育局係可以做好多嘢嘅，包括就可以有3個重點嘅措施去預防同埋處理校園欺凌。第一教育局就話啦，學校可以全校參與嘅模式去奠定同埋推行反欺凌政策，並且向學校提供指引嘅，支援學校推行一啲價值觀嘅教育。教育局亦會係持續舉辦譬如一啲培訓嘅活動提升譬如老師或者係學校其他人員處理欺凌嘅能力。喺24年起教育局就話佢自己已經提供咗和諧校園一站式熱線同埋輔導服務，咁我唔知有幾多人用。向有需要嘅學校提供到校嘅支援。另外喺質詢裏邊亦都有提到第2個措施係咩呢？就係社署啦。社署亦都自從喺19年起就喺全港多間中學係實行1校2社工，加強對學生嘅支援。另外警務處亦都喺22年起推出青少年罪行攻略小冊子，向青少年灌輸一啲防範嘅意識啦。咁亦都會推出一啲反欺凌嘅教材。縱使上邊就提到啦，教育局都有一啲方案去到處理嘅，但係問題係在於教育局提出嘅重點措施係唔係足以去到預防同埋處理校園欺凌嘅問題呢？舉例，教育局係冇強制學校喺收到懷疑欺凌事件之後係向教育局通報嘅。咁喺冇強制舉報嘅責任之下，好多時候學校會點？學校就可能會因為要保護形象，或者話敏感議題為理由，將一啲懷疑欺凌嘅個案，甚至話一啲真正欺凌嘅個案唔上報，低調處理。而且喺現行強制虐兒舉報條例當中如果有關嘅虐兒事件係因為另一個兒童導致嘅話有關嘅人士係可以免去舉報嘅責任嘅。換言之如果喺一間學校裏邊有老師發現同學係受到其他嘅同學欺凌，導致身體或者精神上係出現傷害嘅話，根據現行嘅強制虐兒舉報條例老師同埋校長係冇責任將事件舉報嘅。咁或者你會問咦，點解我哋要咁緊張校園欺凌嘅現象呢？原因有好多方面嘅。第一就係欺凌係會對受害者造成好多方面嘅傷害，嚴重嘅係可以導致佢哋自殺啦。有學者其實已經做咗研究啦，香港學童嘅自殺傾向係較其他地方為高嘅。小學生嘅自殺傾向率係有成25%，而中學生就有29%。欺凌除咗會造成身體嘅傷害最重要就係佢會造成精神嘅損害，令到譬如學童係會增加咗佢哋患上抑鬱症啦或者憂慮嘅風險。當然亦都會影響佢哋嘅學習嘅。外國就曾經有研究指出，學校欺凌係會令到學生唔想再參與群體嘅活動。第二亦都有一啲嘅專家係曾經指出過，如果年輕嘅時候就已經係好 aggressive、好主動咁樣去欺凌人嘅時候第二日當佢犯上謀殺嘅行為嘅時候係有關聯嘅。所以欺凌絕對係一個社會唔能夠忽視嘅問題。多謝支持歡歡隨意門。如果想得到更多法律知識，俾啲新意自己用另外一啲嘅角度去理解下時下嘅社會新聞，記得 subscribe 啦。
咁好多人或者會問啦，咦，校園欺凌其實喺香港有冇一個好實質嘅定義㗎？學校或者學生會唔會係未必理解究竟乜嘢係為之欺凌呢？咁嗱，有啲社工咧就話啦，喺香港咧喺欺凌嘅問題咧係有被輕視嘅跡象嘅，特別好似係言語上邊嘅欺凌啦，往往就會俾人忽略佢嘅嚴重性。好多嘅學生甚至話一啲係校長啊、老師根本就分唔開乜嘢係開玩笑同埋欺凌。喺2023年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咧就曾經嘗試就校園欺凌咧作一個比較全面嘅定義。過往咧校園欺凌咧係會被視為一啲譬如唔要得嘅攻擊性行為啦，通常咧都係會有權力或者身體力量上邊唔對等嘅現象嘅。譬如一邊就強，一邊就弱。譬如好大隻啊，對住一啲譬如可能係身體比較細小嘅同學。嗱，2023年咧 UNESCO 咧就有一個比較新嘅定義啦。佢哋話啦，校園欺凌係一個好破壞性嘅社會行為嚟嘅。好多時候咧都係因為權力唔平均嘅情況底下發生啦。佢哋咧就將身體力量唔平均或者係攻擊性呢個定義咧就剔除咗。建議嘅定義咧，當中係提及欺凌好多時候咧，都可能係涉及重複嘅行為，造成對身體啦、社交或者情緒嘅傷害。而呢啲嘅傷害咧，可能係會針對個人啦，或者係一班人，甚至話係咧整間學校嘅。可見喺世界上邊咧，對於校園欺凌嘅定義咧，近年咧係擴闊咗嘅。嗱，同我哋鄰近嘅台灣咧，其實曾經都出現過好嚴重嘅校園欺凌現象嘅。佢哋為咗要解決校園欺凌嘅問題咧，都採取咗咧幾徹底嘅措施嘅。經過咗一段嘅時間咧，收到顯著嘅成效。例如啦，喺台灣咧，所有欺凌嘅事件咧，都必須要喺24小時內咧通報去地方嘅政府。20天之內咧，就要由處理欺凌嘅專家、家長、輔導人員等校外人士組成處理小組咧受理㗎啦。而呢個處理小組咧，都要喺盡快嘅時間舉行調解，甚至話調查，亦都要喺2個月裏邊咧完成調解同埋調查嘅報告。喺台灣咧，亦有反欺凌嘅相關法例嘅，就叫做《校園霸凌防治準則》。香港咧就採取一個較為溫和嘅政策去對待校園欺凌。背後嘅理念咧，可能就係話，我哋應該對學生抱住一個有教無類嘅宗旨。無論佢有幾錯，我哋都要教好佢為一個原則，盡可能咧唔好令到佢哋受過大嘅懲罰。但係事實擺喺眼前，過去幾年欺凌嘅事件咧喺學校或者喺社區咧都有發生，而且喺某一啲嘅案件裏邊咧，我哋見到造成嘅傷害咧係越嚟越嚴重嘅。我哋必須要問自己，究竟我哋現有咁保守嘅態度係咪要作出一啲改變呢？試問一下，如果一個曾經受過校園欺凌嘅學生，佢哋長大咗之後，如果佢哋回想起佢哋曾經喺學校時候係俾人欺凌過嘅，佢點會有信心去到生兒育女？點會有信心擺翻佢哋嘅仔女喺我哋嘅教育制度底下呢？我哋有時候係要諗下，除咗經濟環境之外，校園欺凌會唔會都係導致低生育率其中一個原因呢？校園欺凌咧，傳統上咧都可能會話喐手喐腳啦，但係今時今日咧，手機同埋電腦咁普及，網上欺凌亦都係擴大咗校園欺凌嘅問題。教育局咧就經常話，我哋要幫助啲未成年人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嗱，呢句話咧當然係冇錯嘅，但係如果校園欺凌嘅問題持續發生，我哋係唔係應該都要採取一啲更加果斷嘅措施，糾正有關嘅現象，急學生同埋家長所急。各位歡歡嘅朋友，如果有一啲好想我哋講嘅題目，歡迎喺我哋下面嘅留言區歡呼一下，我會盡量叫我嘅團隊準備㗎喇。又或者大家會覺得政府應該做啲咩嘢先可以幫到學校、學生同埋家長，都歡迎大家咧喺留言區裏邊俾多啲意見。